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6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6页。上解头一节，就是解说甲灭又不灭，生说不生。即嘛呢，就是要来解说这下面的道理。下面就是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动为道。你若要知心要，但一切善恶多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淡然常寂，妙用行沙，感望至教，福连大我。你是规缺表造思语，即款呢就是要来解说这道理。在前面，因为时间对六祖慧能大师讲，你讲这个不生不灭安尼是毋是变成一种的外道的道理？但六祖慧能大师甲伊回答的就是讲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甲我所讲的不同。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呢，是将灭来止生，以生来显灭，所以这个灭呢，实在是不灭。也生呢，甲伊讲不生就是不对。换一句话讲啦，就是讲由这个生灭法来甲伊显示出来的不生灭那究竟呢变成就是生灭法灭了，不生灭法就生了。生灭法就生灭法的灭，不生灭法的生，究竟呢也是一种的生灭。这呢，咱搁安尼来去个了解，应该就是容易了解这段意思。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我所讲的不生不灭毋是这个意思。讲我所讲的不生不灭的呢，乃是本自无生，今亦无灭。本自无生，就是讲本来呢就是无有生，所以现之时呢也就无有灭。所以，佮讲做本自无生，今亦无灭，这当然就是在指实相的真理啦。因为这个实相的真理乃是幻灭如是，所以佮讲做幻灭如是就是讲本来就是安尼物件，本来呢就是天然具足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呢，毋是讲什么时阵才生出来。咱众生的佛性呢，是本来如是，毋是讲什么时阵才生出这个佛性来。所以叫做讲做本自无生。因为本自无生呢，所以今亦不灭。那现之时呢，也是无灭啦。在咱佛教所讲的不生不灭的意思乃是一种的本来的不生灭毋是以这个生灭法为对态所显示的迄个不生灭。那这个意思呢，我现就是在这个所在可以甲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譬如讲咱水甲这个水泡，那这个水甲这个水泡，水这个物件，伊是过去是安尼，现在是安尼，未来是安尼最低限度呢，咱会使咧甲伊讲，在也未来变成水泡以前或者是讲这个水泡恢复的这个水以前，伊这个水海底迄个水原来就是迄个水。那迄个水呢，实在是也无增减，也无生灭并毋是讲这个水变成迄个水泡，安尼水就灭去了。即马这个水泡呢恢复水就搁再生出来，根本都是安尼。只是由迄个水变成水泡而已。所以虽然是讲伊这个外表的形象有变，但是呢，内里的体性呢，乃是本自不生灭的物件。
咱真如实性，虽然变现了世间千差万别之烦恼，应该是甲这共款意思。那就是这个真如实性，伊的体性呢，虽然变现，虽然是讲在虽然变现中，但是体呢也是共款不生不灭。这个虽然变现，体不生不灭啊，这就是我拄则所讲水啊变成水泡但是咧水啊并无灭，水泡呢恢复去水，但是水呢也不生，甲这共款意思。乃是一种的本来就是不生啊，所以现水是就是不灭。用这个本来如是来甲伊说明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当然呢，这个外道所讲的伊这个生灭所显示的不生灭啊，就是有所不同。那依照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就是讲，咱现主时所看的这个一切生灭法，事实上呢，当体就是不生不灭并不是讲你离开这个生灭法了呢，再来去找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就是等于我所披露，并不是讲你离开这个水泡，再来去找迄个水，也不是讲离开这个金器，过来另外找迄个金啊。迄个水就是在水泡这个所在，金啊呢就是在这个金器的所在。那只是伊的外表的形体变啦，伊的实质呢乃是无变。下面讲，所以不同外道啦，讲因此呢就甲外道所讲的不同。因为外道所讲的呢，乃是以生灭为对态所讲的不生不灭。六祖所讲的生灭的当体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也可以讲，在生迄个当体就是灭，灭的当体就是生。念念不生，念念不灭。就是远离了对态比较。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不生不灭，甲外道有所不同的所在。那边讲你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多无数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淡然常寂妙用行杀。因为在前面时间甲六祖慧能大师请求来开示心要，所以即马伫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呢就甲伊讲啦，讲你呢若是要爱来了知这个心要，若要安怎样来去得到这个心要呢？讲但一切善恶多无数量，这个但呢，该当作讲只要。就是讲，只要一切的这个善恶呢，都无数量。那一切善恶都无数量，安尼你就是等于得到了心要，就是得到了修心的迄个要诀。那一切善恶都无数量呢，也可以讲就是将种种的分别妄念，拢该去掉的意思。在当条，这个宗密大师就安尼讲啦，讲六祖慧能大师所讲，讲佛所讲一切法，乃是为着度咱众生一切心。讲我无一切心何事一切烦呢？这是这个宗密大师将六祖慧能大师的话呢，甲伊引出来讲的。那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但确实也袂使咧单单来讲这个理论所以对这个道理，咱直接有需要加以说明。佛说一切法，唯独一切心。佛讲了真正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要创啥物？就是要对伫咱众生真正一个心。所以，这个佛说一切法，唯独一切心也会使咧甲伊讲，众生有84000的烦恼，佛呢就有84000的法门。你有偌济的妄想心呢，佛就有偌济法会当来甲你对治。为什么佛爱讲遐尼真济道理因为咱众生有遮尔真济烦恼，
甲恁讲，咱众生烦恼若是非常的单纯，安尼佛所讲的法，原来是真单纯，根本呢无需要讲到这大堆。那事实上呢，咱众生烦恼实在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即个讲84000事实上毋若84000咱敢若一日所起的烦恼，毋知起偌济都毋知。这是咱有伫咧用心的人呢，绝对会当安尼起来反省出来。当然，你若是无伫用心的人，你的心若是真正粗，当然你就袂当了解讲到底你自己你是有偌尼真侪妄想烦恼。甲恁讲心高意马、扑扑跳的人呢，伊自己起啥物妄想起来，连自己都无法度去把握，连自己都无法度知。所以佛来讲了一切法，就是为着要来对治咱众生一切的这个烦恼妄想心。讲我无一切心何事一切法？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咯。讲我根本的都无一切心，无一切心的意思是讲无一切的这分别妄心啦。那既然都无分别妄心，何需要度一切法呢？意思就是讲，佛是一个大医王，伊的佛法呢，就是一种妙药。这个妙药就是要医咱众生的心病。六祖慧能大师的内心都无有病。当然呢，就无需要来食佛所该开的这药啦。等于一个人讲，你贪食药伊讲我都无病，要食什么药呢？甲这共款的意思。所以咱就可以了解这个佛道的教法，佛道的修行法门呢，是要对治咱众生心。咱众生若是无分别妄心当然呢，也就无需要。就等于讲一个布。要切迄个垃圾，你这个玻璃件都无垃圾，你卡都有需要迄个布来甲清呢？这也就回归新秀大师所讲的，讲时时勤拂拭，不输家进来。咱的这个心敢像一个真正光的镜，时时刻刻切到清气，毋通互伊黏垃圾，垃圾这个镜就袂光咯。这个镜就是指咱的心啦。咱这个智慧心呢，毋通互这个烦恼染污。要把这个烦恼给切掉，但是心都无烦恼，卡都过来给清呢。讲当然就无需要以这佛法来给对治。这安尼讲是无毋对，但是这个宗密大师下面甲咱境界咱几句话，讲咱现主世人那么只有将这句话安尼真正容易给听来，听来了呢，你毫无考虑啦，就要给学。就讲我根本我都无分别妄心我何必倒来修学佛法呢？那事实上这可以讲连自己的分别妄心有偌济都毋知那变成讲是只有在这个理论上来去甲伊讲义啦，自己拢无一点仔反省，自己拢无一点仔去检讨。事实上从早到暗。伊妄想分别，毋知起偌济都毋知。伊讲我都无分别妄心我既然无当妄想，我为什么都要来修学佛法呢？那变成迷在理的这个所在，将思想的修行呢，就该忽略掉去所以宗密大师就来讲拢无去确确实实来去观察，自己是毋是实实在在无心？是安怎样才是实实在在无心呢？讲若是无妄想心，应该是八方不灵动。这个八方就是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心呢拢袂动摇。无论互人骂好，无论是互人该学乐也好，无论是有啥物利益好得也好，或者是讲拄着快乐的代志也好，或者不愉快的代志也好，在这个内心呢拢袂动摇，安尼这个就叫做八方不灵动。但是咱人真无简单，互人骂一句呢，随时起烦恼，或者是看到一个顺境的代志呢，随时心就动了。所以是毋是实在无心呢？那这是咱本身爱时时刻刻来去用内心的功夫。甲人讲，你时时刻刻回光返照，对这个八种的境界，你确确实实都拢心不动摇，那呢你会使讲是无心。甲人讲小可代志，你心就起烦恼，哪里叫做讲无心呢？绝对毋是无心，这呢就是宗密大师呢对咱的一种的警告。所以宗密大师就安尼讲啦，讲世事啦，这个习气未尽，
也即个真念嘛，阴运起迄个时阵，确实呢，无有即个打骂受他心，或者是贪念阴运起迄个时阵，无有即个研究灵德心，看到别人伫咧好迄时阵，无有即个嫉妒的即个求胜心，在一切事中呢，那么对即个自己啊，袂去烦恼讲无通食，也或者是讲无通穿，也无轻贱人等等的心。那虽然是讲你习气还袂尽，你有即个贪嗔痴的即个念头，实在还佫伫咧升起，确实呢，你也无拄则所讲遮的心，也拿呢，也勉勉强强会使咧家讲做一切无心，就是讲无一切心啦。但是这是毋是容易做得到？当然啦，这是真无容易做得到的问题。六祖慧能大师呢所讲的这个心要，就是讲但一切善恶多莫数量，在你心肝底啊，无起一个善的念头，无起一个恶的念头。这个善甲恶呢，这是一种的对立的物件。善固然是好的，无毋对，但是你做这个善事，你若搁再另外起一个善的分别念，讲我即马就是咧做善事，也拿咧这原来是共款是一个妄念。不过在这个所在，叫咱讲毋通啊，起一切这个善恶的思念呢，却毋是讲叫你啊，这个心呢参像这个插头拢无叮当，也毋是这个意思。伫遮所讲呢，并毋是讲只是你这个正念。只是毋通有即款的对立的，才会分别妄念而已。也就是讲念念无主那么将这个是非善恶等等的分别来甲去掉的意思。那安尼讲起来，可能还佫在互咱无容易了解。当然，咱一个人袂使有这个恶念。咱伫咧学佛修行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恶念给去掉。这个恶念是啥物呢？就是贪嗔痴的心，或者是贪心，或者是嗔恚心，或者是愚痴心。尤其是这个愚痴，应该呢，这是三毒的根本啦。咱讲是三毒的根本呢，咱该进一步来去甲追究，为什么你会起贪心？就是因为你愚痴啦。为什么你会受气、会发脾气？就是你也是愚痴。安怎讲愚痴法呢？咱现主是来讲一个真简单的说明。比如讲，咱个贪，假如讲你若是有智慧的人，当你要贪迄个时阵呢，你会搁再进一步想讲，我贪这是要创啥物？无论是讲贪钱，无论是讲贪食，你会进一步想讲，我贪这是要创啥物？贪的结果又是如何呢？假如讲若是会安尼用个理智去甲分析我相信这个贪啦，自然就减少了。当一个人特别起受气迄个时阵，我会晓用理智去分析，讲我为什么都要甲受气，要创啥物？那安尼呢？当然，你这个真慧心也自然无去。所以这个愚痴呢，应该就是贪嗔的根本。就是讲你因为无明了事理，所以才会贪；无明了事理，所以才会嗔。那这个贪嗔痴，这本来就是一种这个恶念。所以把这个贪嗔痴恶念，以及甲杀盗淫恶口两些妄言绮语的这款的身口七支字业，应该甲伊去掉。那就是袂使有一切的这个恶念。心肝底毋通去想罪恶方面。那这个心肝底毋通想罪恶，反倒转来，当然就是讲来去修善啦。毋通贪嗔痴。就是要修戒定慧咯。这个戒定慧甲贪嗔痴，这呢是对立相反的物件。那你要来修习这个戒定慧，这可以讲就是一种善念。咱有贪，唔爱贪啦，我要来去布施。咱就安尼简单来做一个比例啦。但当你这布施，你起一个善念布施这个时阵，你布施了就算了。你唔通讲你摕这个物件布施出去了，你还阁时时刻刻倒伫遐想讲，我当时是布施啥物人偌济钱，倒一件事我是出偌济是安怎拄安怎？
袂使你咧使即个念头啊，定定执着掉咧。伫遮所讲的善也莫思量，就是这个意思。那假如讲你会当安尼来去做，咱上起头要行善事，迄个时阵啊，一定你有强有力的善心。就是讲你这个善心呢，真正坚强，你才肯呢摕钱啦，或者是讲你出力来去做善事。毋过你做甲久啦，久之，你若是讲已经做甲真正成熟，迄个时阵啊，你自然就会去做善事，毋免你起心动念，自然就会去做善事。那到迄个时阵啊，当然啦，无需要来起一个善念，自然呢会当去行这个善事。那到迄个时阵，当然呢，这个善啊都袂去思量。所以着做慧能大师讲，你若是要爱了知心要啊，只要一切的善恶呢，拢毋通去甲伊思量毋通呢有即款的这个分别妄心。讲安尼呢，就自然得入清净的心体。你在迄个一切善恶拢无甲伊想迄个所在啊，自然就会当回来进入迄个清净的心体。因为你这个心的本体呢，乃是一种的清净的物件。你这个善恶的想念啊，就是在这个清净心体面顶的一种的这个染污。等于讲一个天真清，起一寡这个云这个云乌云，咱该当作讲是恶念啦；白云该当作讲就是善念。安尼来讲，那无论是白起来云，无论是白云，无论是乌的云，拢就是在这个天的云啦。这个天的迄个真正清的天呢，就去互你这个云甲伊遮掉咧啦，是毋是安尼呢？那假如讲你即马善念也无去，恶念也无去，迄个所在啊，就等于讲迄个天拢无云啦。安尼迄个天就清。咱这个心呢，无去善念，无去恶念，迄个所在啊，就是恢复了清净的心体。实际上，这是叫做恢复不过，叫做慧能大师在这个所在讲得入啦得入当然是可以啦。就是讲安尼呢，你就是会当回来进入于这个清净的心体。那这个清净的心体呢，乃是一种的淡然常寂。这个淡然者，咱普通就是讲做淡然不动。常寂就是讲常常呢，拢是寂然不动的物件。你这心的本体呢，既然无这种种的分别妄念，当然你这心的本体呢，就是一种不动。但是这个不动的本体呢，却是有这个形色的妙用。这个形色的妙用就是讲伊迄个作用非常济。这个非常济作用呢，以这个形和的线来甲伊做一个形容，来去甲做譬如。讲到这个所在，就是讲你若是把这个妄心去掉，来去证到佛性本体，迄个时阵，这个佛性本体虽然是一种不变的真理，但会当好将这个不变的真理来发起了种种的不可思议妙用出来所以才讲做会当得到这个妙用形色咱即马自这个呢，搁再提一个比例起来说明比如讲咱这个天顶有太阳伫个所在这个太阳呢，因为这个云甲压掉咧，所以这个太阳的光呢，无法度照到咱这个大地来或者是有的所在照会到，有的所在照袂到总这个涂骹呢，袂当完全去接受着这个太阳光的普照。安尼这个太阳光的迄个光所发挥出来呢，就袂当好完全发挥的功能。假如讲迄个云是压力真正严重的是，一点仔功能都袂当发挥拢去压止掉咧。那假如讲这个云呢，拢做一摆甲扫甲清气，这个天顶拢无一点仔乌云，迄个时阵在这个天顶只有一粒太阳伫遐。那这个太阳的光呢，会当普照到大地，无论是倒一个所在，都拢会当接受这个太阳光。呢，这个太阳光在咱这个地的所在就会当充分呢来发挥伊这个作用。伫遮所讲的咱心的本体由于
无遮个种种的梦想烦恼，甲伊压迫，会当开显自性本体，也会当发现即个形三妙用的意思咧，甲一共款。那事实上，即咱一个人在咱学习修行的过程中咧，也会当甲经验出来。假如讲咱一个人若是讲梦想心梦想纷飞，也若咧咱工课拢做袂好势。这项做袂好势，迄项做袂好势，为啥你无心啊？假如讲你会当好将即个梦想甲去掉，你心通伫迄个时阵，你要做代志会当做好势，你会当发挥你个人的即个才能，把一项代志甲做好来。那么即款的代志，虽然是讲咱是初步那么只有讲把即个心统一起来而已，但确实呢，在即个所在就会当互你发挥到更加好的作用。凡是咱一个人把代志做袂好势，一定就是分心，分心就是梦想，就是讲咱的即个心的即个妙用呢，互即个梦想甲扰乱起来，根本就无法度发挥功能。只要把这梦想去掉，你的心就统一。在心统一迄个所在，就等于遮所讲的即个淡然相助了。心的统一等于是淡然相助。那么在这个心统一这个所在，你会当好好把你应该完成工作做得好，那也就等于遮所讲的即个妙用形煞意思。注意先听讲，因为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